大家好，我係 Two 多班嘅27號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令我睇完之後久久不能平靜嘅書《十日中煙》。《十日中煙》呢本書講嘅唔係一啲輕鬆嘅故仔，而係人性喺極端環境之下最真實嘅樣貌。當生存變得困難，當恐懼包圍每一個人，我哋以為嘅善良、勇氣、友誼，到底仲剩返幾多呢？相信呢本書會令每一個人都會重新思考下自己。其實一開始我以為呢本淨係一本刺激嘅懸疑小説啦，但係閱讀書裡面冇絕對嘅好人，亦都冇完全嘅壞人。每一個人都喺自己嘅恐懼同埋良知之間掙扎，有時候為咗保護自己，會做出傷害人哋嘅事；有時候明明想正義，但係又膽怯退縮。呢啲真實到有啲殘酷嘅描寫，令我睇完之後心裏面一直好難平靜。咁十日中煙嘅故仔呢，就係設定喺一個封閉、充滿壓力嘅環境裏面，角色呢，就必須要喺有限嘅時間裏面面對挑戰、危機，甚至係彼此嘅背叛。表面睇呢，就係一啲驚險刺激嘅情節，但其實實際上作者想寫嘅係人喺壓力之下嘅選擇。平時我哋覺得自己好正直、好講義氣啊，但係當有危機真正嘅威脅到自己嘅時候，我哋又會做出啲乜嘢決定呢？呢個就係成本書最震撼我嘅地方。咁我印象最深嘅有兩個部分，第一個呢，就係書裡面嘅角色。咁有啲角色呢，就明明知道有啲事情做咗係唔啱嘅，但係就因為害怕，因為想自保而去選擇沉默、選擇旁觀。呢個令我諗到現實生活中，有陣時我哋見到唔公平嘅事嗰陣時，亦都會猶豫要唔要企出嚟呢？咁作者就用咗一個好真實嘅情節話俾我哋聽，沉默有陣時其實都係一種傷害。咁第二個令我反思好深刻嘅呢，就係角色之間嘅信任同埋背叛。咁有啲原本以為係同伴嘅人，到頭來其實可能就係為咗自己嘅啫。但係有一啲睇落去好似好冷漠嘅人，佢會喺關鍵嘅時刻挺身而出。呢個令我明白到，永遠唔好淨係用外表嚟去判斷一個人，亦都唔好輕易放棄去相信一啲值得相信嘅人。咁讀完《十日中煙》，我最大嘅改變就係更加敢於面對自己嘅懦弱啦，亦都係更加願意喺睇到唔公平嘅時候企出嚟講一句話。之前遇到困難嘅時候，我比較容易去逃避啦，但係書裡面嘅角色喺絕望中仍不放棄嘅態度，令我明白到真正嘅勇敢唔係唔害怕，而係害怕，但係仍然選擇向前。咁最後，我想用書裡面最觸動我嘅一句話去做總結啦。咁黑暗再長，亦都抵不過心裏那一點點光。《十日中煙》呢本書呢，其實唔止係一本好睇嘅書，更加係一面照見自己嘅鏡子。咁推薦大家都去讀一讀啦，亦都希望我哋可以守住心裡面嘅嗰道光。多謝大家收睇。